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玉泉阿 Q 妹。亚一报嘅好天时正经动热，唔过好，因为天时当好，也果子好，正经当好色。今日嘅节目当中吼，我同大家来分享一种果子，系青色合热甜色的哦。要慢讲喏，因为有人讲佢系天然嘅矿泉水。大家想一下，也系乜嘅果子？好，俾大家3秒钟嘅时间，1、2、3，好，我要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梨耶。今日嘅节目当中吼，我同大家来分享懂事嘅梨耶哦，细细嘅嘅来分享节目底度有请到嘅来宾来分享齐永文齐太哥分享。大家好，我是齐永文。当欢喜来到了，好，分享齐太哥来到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梨耶哦。不过其实吼，台湾嘅农民吼技术全部就懂好，有越来越多冇同样嘅品种出现呢，对不对？很多不一样的品种。今日嘅节目当中吼，一开始阿权会先同大家来分享我头摆比较陌生的，还少看过嘅亚种梨耶。这个色目看起来金黄嘅，对不对？看起来像一般人嘅梨耶会偏强色、咖啡色，啊，唔过我树上也咧，本大家看下皮嘅下面，看起来黄黄嘅呢。哦，黄拍啊！呀，按到乜嘅梨啊？黄金梨，佢就按到黄金梨。嘿。哦，佢嘅色木真係顏色是看起來黃黃拍拍，唔係強咖啡嘅呢。嘿，錯。哦，做乜解會按用嘅色木呢？你係因為用拖落。哦。係，細粒咁樣係做強色咧。細嘅時間係強色嘅，係因為變到嘅落嘅地度薄。落地度薄係冇比高，即係容易高色，將我變嚟拍色金黃。哦，佢頭擺嘅色木係從電視機也係看到嘅相片按用，強色咧，這麼綠，像青蘋果一樣。係，哦，啊，因為變嘅落嘅地度以後，佢就唔會再個轉強，會轉黃。即係唔可以比高，唔可以比一條細道嚟嗬，所以都按比慢慢睇向。有一點像是韭黃，或者是蔥，有沒有？蔥白，愛凍到蔥白，就會愛變到奶豆度，一直加泥土，讓它在泥土裡面乾定，不要見光。係對。佢就會色木就會按用黃金。係錯，係將我變按數是按這樣。係，不過按用嘅梨嘅頭擺喺台灣好像不常見吼。以即係新嘅品種，你對韓國來嘅，你算係韓國嘅係國寶梨啦。哦，韓國的國寶梨，也係來台灣咩做得種嘅，來試試看下人嘅蜜桃形容版。哦，好水哦。韓國有嘅皮嘢做得食咧？做得食係。韓國當甜，頭擺顏色到嘅梨可能會有一些嘅酸嘅味道，不過也係沒有酸的味道。完全就係甜嘅梨嘅水梨嘅感覺。係錯，啱咪較脆啊你。又脆，韓國有個肉質是梨嘅清強嘅，就係個肉有冇動粗動啊？係錯。哎呀，肉食起來也是很細緻的耶。哇，嗰時候按用嘅黃金梨係按到年章開始來到台灣種。係啲幾年章開始有。一般來講有受到消費者歡迎。你一千。消費者反映係即係你種係拍皮嘅嗬，看起來又正，吃起來你又脆又有水，所以咧第一名。唔過佢食起來嘅米絲啊，食起來有些咧像香香的。有花香味。也係黃金梨嘅特色。係錯。食起來又水又甜。韓國有一點微微又脆，韓國有點微微的發香嘅米絲啊，也係黃金梨嘅特色咯。唔過接下來今日嘅節目當中，當然唔可以搶同大家分享一種梨嘅聽聽啊。接下來我分享另一種梨嘅，佢嘅個頭比較小一點點。它叫什麼名字？給片給hensuy，幸福的幸，幸水，hensuy梨。hensuy梨又係哪一片嘅梨？對於你係日本嘅即係泰梨。哦，日本嘅泰梨。不過也看起來一種就同台灣嘅一般嘅像風水梨好像差不多誒。係錯。看起來差唔多。看起來差唔多。哦。啊，嗰啲仲係食起來又係特別好食。哦，食起來係乜嘅味絲？咩芎樣做的？連皮色。係錯。頭擺色梨嘅做的連皮色。以前係咁係皮抓當醋。你一當椒。這個吃起來是鬆，就是很好咬下去，然後也是很脆，
比较绵密。吃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像在吃豆薯的那个感觉，水分懂的。哎，悄悄。哦，暗涌跟水梨同刚刚的那个甘露梨，它的甜味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刚刚那个是算是比较清甜，但这个感觉水分多，然后它的甜度更密集的感觉。悄悄，有一些像喝果汁那种很甜的那种，然后水分又很多的感觉。穷用车，啊，不过呀，糖贡无按苏泰家嘅分享，算是限量版的商品，是不是？一般唔会种啦，因为唔太啊。种好主要你系较细粒。其就差不多按用细细粒来听听。就是一品种这样的细细粒唔太，按小肉当夹一下子快拍。哦。所以冇牙种咧就按我当好食啦。哦，对，真嘅都好食。不过泰国嘅人按用讲，可能大家会吃到呀，冇办法不用按油，这么干嘢还会种咯。因为也有咁咧，一般主顾客来买，见到食过的种係就叫佢讲，你種係特別好食，所以叫我同我聽。嗰首是少量的、限量版的，就是也很水梨，对不对？不过也很水梨，加个脑杯外皮看起来就会有一点比较像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一些咖啡色，有一些强的暗用嘅色末了。对不对？但是吃起来，加个肉还係當油，水分當多又好食。哦，真嘅吼，原來台灣也還有按多種無共用嘅梨嘅，剛剛有講到嘅，就是黃金梨、金黃色嘅，上下來同大家分享嘅聖水梨啊，唔過也還愛同大家分享係台灣自家嘅品種，對不對？而且當太了喎，糖講也還沒青太了嘅呢，你看。同阿 Q 妹跟面差唔多大，这么大颗的水梨，呀咁好食，要头白嘅處理也咩動態了嘿，這真的好吃嗎？真的好吃，真勁好食。你試下水分咪當多，試下又有咁嚟甘蔗嘅味道，還有甘蔗嘅味道，韓國妹做的臉皮色，臉咪是在臉皮色，確定哈？不是我同事整我哈？不是，係真勁做的瓜皮色哈？真勁嘅，我愛吃色看啊，这个也好好吃哦，而且它的水分很多，因为可能它的个头也比较大，所以吃起来那个水分好过瘾哦。这个水分真的也是非常多。然后舌头最密，勁抽，就真嘅會有一滴滴的甘蔗嘅香味出來，好好吃哦。而且那個皮呀，真嘅唔會凍醋呢。看起來當初啊，試下先唔愛。真嘅係做得食呢。按你講，也按到甘露梨，係台灣自家發明嘅品種，係你台灣人發明出來。哇呀，自家糖講愛種係唔係咁簡單嘅事情。你嗰邊阿接嘅話，阿生啊，阿提買嘅話嚟專利權，還要拿到專利。台灣自家發明嘅，還要拿到專利才當做得種。係這樣子嘅接。阿其種嘛，該會上到安太黏咯。這品種去改良，將較好嘅品種，可以去改良出來，你啊接出來，將我按台的按數是按好些。哇，冇想到按本土要做得出產，做到按好食的水梨。即台灣農民嘅技術當厲害啊。故說愛種也係講有農民愛種，還係愛去生產，冇辦法出接就拿來種。錯。故說像按用嘅梨啊，家嘅腦杯嘅外皮嘅特色，都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嘛。你種嘅甘露梨咩種款？看下一皮像丸山啊嚟。較粗皮，像乜嘅丸山？丸山就是台灣嘅原生種嘅梨子。哦，叫丸山是不是？所有嘅嗰隻梨所接觸嘅係丸山樹頭上擺。哦，所以它看起來嘅腦杯同頭擺嘅嗰種台灣本土嘅梨很接近。係錯，看起來當皮咗像差唔多，啊冇細條啊，底度係嘅肉就加當好食當甜，係啊要切啊你。對，我還記得頭擺很細個時節啊，會食到鳥梨。哦，個鳥梨係。對，個鳥梨食起來後又酸又澀。啊，唔過改良到呀下，食到嘅味是完全冇共用嘅。係錯。酸味完全就冇共用。係做冇嚟係。對，完全冇酸味嘅梨嘅。嗰個頭擺嘅鳥梨咩算係本土嘅？啲咩係算本土嘅？本土嘅品種。嘅按用，你剛剛講嘅丸山，咩做得拿來做嫁接的基底嘛，對不對？嘅鳥梨做得冇？鳥梨咪是得。鳥梨咩做得？啊，唔過像泰國人一般種，全部亞哈梨嘅台灣嘅梨都係用夾嘅。
你台湾的你果汁梨种下用食的。古说人家讲的果汁梨，嘿，你同人哋买梨嘅時間，攞杯嘅盒嘅啊，蛋糕就會寫三角是果汁梨，頭擺就撈到果汁梨係一種品種，但唔係。唔係，果汁梨係就係對，看下對日本、對韓國真巧嚟，我嚟花咁嚟花水，對不對？過來種汁。接落去嘅種下安落果汁梨，接到你台灣嘅本土嘅梨嘅蛋糕，係錯。因為可能台灣愛出接種嘅溫帶嘅其他國家嘅梨，我種唔出來。因為你啊梨係寒帶嘅梨啊，係所以你台灣係溫熱帶嘅，所以用高階嘅技術接到上坡，將我開嚟種係好些嘅梨出來。哇！真件講到呀果汁梨，我就知道台灣嘅農民真件技術當好。有辦法做安樣嘅果汁梨，用自家本土嘅東西，接呀國外可能下寒嘅蔬菜種嘅果汁，喺台灣就做得來種。係錯。古說啲其他國家，比如講像日本啊、韓國，其他都幾片種梨嘅，唔是用安樣果汁嘅技術。梗唔是，梗而且種落去，而且打出來梨係黃金，其實打黃金出來，你很水其實打很水出來，仲係唔是接果。唔過啲台灣吼，因為用安用果汁嘅技術，古說做得食到較寒嘅蔬菜醬油嘅果子哦。先休息一下，上來果子吼，還有乜嘅運用，有幾好食咧？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東勢嘅梨嘅吼，梨也有當到無樣嘅品種。唔過吼，講到呀阿權妹嘅單元，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呀公式農民老了。上來呀，嘅切果子嘅時節啦，尤其係像菱果啊，還有水梨呀，一條果子有時是切好唔變到排呢啲度，一下佢就變黃嘅。做乜該不安尼啊？會變黃就係佢富含的鐵質比較多啦，所以因為氧化，將會變黃。氧化，因為鐵質氧化，故所會變黃。係錯。唔過唔看下一下塩冰都作當嘅，家下既然你兩樣一攤19分鐘就按用過去嘅，都一下幾下係拍拍呢。即係你黃金加上咧，咁啊甘露加下就你很水吼，你仲係即係熟開，你仲係看唔變黃。它唔會變黃，佢係哪種梨嘅？它會變黃？它會變黃啊！鐵質較高嘅就係星星梨。星星梨，星星梨，叫咩動汁糖度？星星梨，古說因為佢嘅鐵質較高，切好你變到攞波一下，佢可能就會變黃。就變黃係。唔過。按用有辦法做得防治嘛？比如講像我爸爸可能你切菱果嘅時就會浸鹽水，梨嘅做得浸鹽水冇？千萬唔好浸鹽水。嚇，做乜嘅千萬唔好？因為你太梨，還是加你好些嘅梨吼，燒好來，然後每一次都燒很多，慢慢燒一燒出來鮮嚟吼，新鮮啊咧鮮咯，鮮出來甜度又甜又好些，細鹽水落去加個貴嘢就可以破壞佢咧。故所建議大家，愛食梨嘅，係將佢溶化，睇嘅話，就唔好切咁多啦。切一粒嘅就好，夾夾老佢食睇，唔好變定本佢黃，咩唔好去沾鹽水。因為按用米絲會貴嘅冇共用。係錯，每套都冇相關嘅。原來係按呢，韓國氧化其實也還好啦，只是色看起來冇好看。色看起來冇很好看啊。營養價值全部唔會改變啦，對不對？變一下黃天天唔好看，天天夾夾老佢食睇就好嘅。一般人都食鹽水，聽下講食鹽水真係個風味都冇相關，冇很好食。對，除睇下呀，浸鹽水會改變到梨嘅風味以外，呀梨嘅本身嘅滋味咩當重要。故所今日專家來到呀，就愛來請問一下專家，呀梨嘅啊，我用辦去攞杯托漿托嘅到好食嘅梨嘅喏。啲啊梨吼，其實做一好食啦，可比那托較甜一chút咧，唔是穿有較黃一chút。
哦，比如讲呀，它有两三粒开嘅甘露。这较上杯较土的，这个看起来比较黄的，比较黄的，哦，对，较甜一chút。哦，就会较甜一啲咧。啊，你种的较无按黄的，较强的，较脆一chút。哦，啊，唔过都好食。嘿。它係講你好食比較脆口的，你就做得馅嘅皮有一些的強的。較強一chút chút，嘿。那好食甜的就馅皮較黃的喂。啊，韓國像喺研托lingo嘅時間，咪話按用嗲，你嘅都得按用托冇。對啊，運動係唔是按嚟托啦，嗱講唔看在線，而家咪是線較軟一chút的。哦，軟一chút的啊，唔過像呀甘露梨，好像本來就扁扁的形狀，對不對？它扁扁的形的，啊唔過係講托按用杏水梨嘅話，哦，你係較軟，你就做得托它的果形比較完整的，對，它軟呢。啊，名起來有差冇？名起來較光滑一chút的，光滑一chút咧，啊，總唔得有乜個曲度啊，對不對？曲度就是啲度受傷嘅。哦，啊，看低頭看得出來嗎？低頭係看唔出啦。看不出來。啊，迄個托構字一般人就是用五感嘛，我們去摸去看。啊，用批的出來好聲音冇什麼？批咪批唔出來。批唔出來，啊，唔過批得出快鐵。錯。迄個你批到有按用酸酸嘅。係，嗰隻快嘅。啊，嗰種唔好托嘅。係錯。啊，唔過像按用嘅好嘅品質嘅梨啊，托在起霧卡以後，一保存就當重要了。我冰到那一片。嗰邊那保存好來法，唔就用緊佢嚟塑膠落，向嚟貼包咧，係包好來貼，唔可以俾透空氣嗬。啊，一粒包喺冰喺白上啲度。一粒包。係啊，一粒包。一推動到啲。係一推包，幾乎高度嗬，下次咪較會受傷。哦，故說一粒單獨自己包着，啊用塑膠袋嘅包，用報紙包做得冇？用報紙包冇俾埋個鐵拖上來。哎，這樣我本來會加水分，這樣咪走開，啊，這是保鮮。就是要完全隔絕冰箱就對了，因為冰箱可能會有會比較乾嘛，會留嘅水分積體，啊，你也可能就冇食。啊，剛剛泰哥有講到限水嘅冰嘅時間，它冇按久，對不對？限水差唔多做得冰幾久。你限水買狀嘅話，清河市嘅話，清河就係差1禮拜2禮拜啲食派。夾老幾食派。啊，如果是啊，你黃金加甘露嘅話，嗬，唔是說啲拖空嘅話，變到冰箱熱熱，拿出來是又鹹個好食。熱熱鹹味鹹較好食咯。鹹較好食，又鹹較甜。哦，嗰種星星梨呢？星星梨其實咪食冰啦，就係咪食冰熱熱做又鹹食得。鹹係做得。係錯。故說就是要記得。水梨愛冰就聽說愛包好，隔絕這個冰箱的冷空氣，啊就做得冰較久的喂，啊限水做唔得冰太久，還係會夾實體。哦，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咁多呀梨嘅知識咯。唔過研談到呀水梨啊，就會第一直覺想到董事，因為呀董事有人講以山上嘛，對不對？山上。啊，做乜解呀山上種購置有按好嘅條件咯？因為東西嘅話係由中央山脈阻擋嗬，凍係天氣唔講颱風來，嗬，按家可能同東西嘅盆地量，啊講雨水嘅都咪做得同充足，土壤也是非常適合種這些水果啦，不只是梨子，嗬，有的係所有嘅果子，包括可能咁咪葡萄啦，楊桃，有甜柿啊，對，還有咁嚟柑嚟掉，種下東西合種，係。啊，給落雨嘅話咯，因為像亞條山坡地啊，有上時地山洪，這個天氣變化很大啊，會有太嘅雨導致這個排水不良嘛。因為在山坡地嗬，所以排水做一夾，所以唔會講有問題，係唔會有問題。哦，嗰時候董事要在環境啊，就係一定合適來種亞條果子果樹，種到山洪，像這個果子愛甜，是不是人講古代溫差咩當重要？咩係要種這係。韓國像呀董事山洪種果子吼，農民就會愛看田食飯。唐講董事有流傳一首像是童謠的念謠，對不對？啊，泰哥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是的。請講。就係我哋，對我哋冬節，嗬，就係壓接梨。哦。到我哋過我哋冬節接梨啦，然後。過年就收分，係按到對我清明就蔬果大果子，係，然後過來就係講咧
冬节过年抢名，啊啥下来係五月節，五月節過誒，還有秋天，哦呀，按多照節氣都要做不一樣的事情。係錯。對，呀就係表示講，其實呀懂事嘅農民，佢哋一年四季就係愛做一條事情。係錯。故所也係懂事大家都會講嘅。應講大家仲會曉講，你行照節氣都行啊你。對，只有節氣去行嘅呀，這個耕作農事的這個事情，對不對？沒錯。故說像你按用管理果子啊，管理種梨嘅為主嘅，一年四季你啲嘅做乜嘅呢？一年四季啊，就是阿公。我們數月份。係錯，就是搶後來。乜嘅時節開始愛無限？冬節開始接梨啦。冬節開始就會正經就會接嘅。係冬節就開前後就可以接梨，啊過年期開花就係收款，係所以冬節接梨，過年收款。然後過來就係過來就係我哋搶名就係去蔬果就係大果子。蔬果，然後接下來啊就是後來端午節的就開始摘梨咧。按寒天秋天的話就係講咧啊開始打皮地。落皮咧，我開始落皮。啊，唔過像一皮啊，種梨嘅皮同種其他果子嘅皮有乜嘅冇共用咯？其實差唔多啊，因為水果啊、系列嘅配料都差唔多啦，係啊。跟住自家用皮嘅方式，落皮嘅方式係咪？我自家就係會調配嘅咧，係有機肥，好，用牛奶去裝嘅咧，快咁嚟菌種嚟落。用牛奶咯，暗號哦，係啊，用暗號嚟用。枸杞嘅牛奶粉啊，嗬，嚟快咁嚟菌種，啊買烏糖嚟比，跟住嚟菌種色，啊肉比生來，啊將攞連落咁嚟拌配料，將拌啲梨色。用乜糖起來，人嘅梨色嘅東西暗號身咯，又有牛奶又有烏糖。啊你太梨色啊，將會好食，將會甜。哦，像要做有的人做呀有機皮，一種這個黑糖很重要哎。它是要養活菌種，它一定必要的那個。其實菌種愛適當嘅營養。哦，啊啲家下嘅鹽油地度講秋天就會留佢冰落去。咩咁啊係個較慢啲。個較慢啲。你啊秋天嘅話係落幾倍，跟係貴嘅，係就會落個樹頭下。啊啲啊呀，這樣子的營養的肥料係乜嘅時節會冰？你啊可能即係睇下都未差唔多都3-4月嗬，開始見用梨咪。故說你看吼，其實農民吼愛忙田食飯，真件當辛苦。不過就係因為有一道農民吼，佢就按自己頭腦，開發出按到無共用嘅梨嘅品種，韓國吼還用按到嘅山芒種出按好食嘅果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來談佢哋嘅故事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分享懂事嘅梨嘅。阿權妹今日識咧3種，吃識咧3種品種吼，伊個係呀黃金梨，韓國呀黑水梨，韓國呀台灣自家研發出來嘅按到甘露梨，3種都當好食。不過就係因為台灣做得有按好食嘅果子，故所大家愛特別珍惜，因為呀一條果子全部就係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嘅。尤其啊，農民講忙田食飯，故所其實有當到有嘗試會讀到，比如講天時啊，也係講氣候啊，無共用，導致也就災害。其實前一步嘅就有一個霸王級的寒流嘛。係錯。相對呀寒天來生長嘅梨葉來講，嗰種是受嘅傷害有太冇。對霸王級寒流來咁樣，就傷害動態。因為咁樣都太離啊開花。啊！而寒落去，花開唔好，跟年嘅修行就等於做冇咧，差唔多修行是上咧。異常聽聽。啊，這樣是寒流來嘅，啊，花開唔起來，有再個做什麼補救措施嘛？接嘅咁樣，啊，個重新接，其實你係二抓四個接過啦。啊，問題解今年太寒吼，個接過時間咪過皮，所以無法度個接過咧。哦。啊，所以跟年嘅修行就貼片唔好。因為這樣子你等於講你接過有時節啦，接200，啊等於你的那個成本就是2倍。係錯，
啊，青米上出来又因为天时太寒，全部又上不好，当时就会落雪嘛，对不对？平地都下雪了，还看不是讲山峰没落雪，主要落雪。哇，那也很奇怪，那水里明明就会这个比较寒冷地方的狗子啊，但是落雪期还都唔其实接触台湾的温带，所以其气候温差太大，它受不了。其实都唔掉就错诶。古时讲像按用嘅话，给一年等于讲一年嘅心血，就像数上一滴滴来听听。就无好修行诶，只是靠天去判啊。这样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奈啊？没法度啊，农民就是安尼啊。真紧除了像按用甜食啊，为本农民吃到东辛苦很无奈以外，其他的平常时照顾呀严度嘅狗子没有会发动到心理，比如讲像谈讲梨嘅啊，因为所有嘅差不多爱搞法嘛，爱搞法怎会有狗子？啊梨嘅搞法还爱人工，这唔得靠捧嘅哦。为什么？这棚诶不是本来他就会去压绿法乌蝇，他给绿法乌蝇，他就可以授粉的嘛？这么干人过？开发个蛮寒天暗寒，个棚就得太寒，10度以下基本唔好出来做些。冇错嘅咧，哦。所以用人工去一类一类慢慢点啊咧。人工爱用诶帮梨子搞法。去买个来花粉来，用后来一类一类去点，有点到嘅有授粉，佢将會黑康啊，將會太亮。冇授粉到嘅，佢就唔係太咧，就冇就要都會落拍嚇。哦，原來係按呢，唔過佢一條樹係按太條，佢可以嘅花按到類。就見順啊！嗰種你當然都會順一擺。當然就係順啊咧。你呢會記得講，一類嘅做從本嘅教法嗰位哦，一類係盲教法。教法就要睇用緊佢哋紅色嘅去裝好底度嗬，要點波就看到底度要縫一點，跟住要點高啊。唔過你當然都會去呀高原底度去順一邊。係錯。要幾多條梨嘅樹啊？中華種嘅梨差唔多上千條啦。哦，按多條梨嘅樹啊，一上千條啊，一條梨嘅樹係咪可以當到類花？係錯一條啊，可以3、4類花。哎呦，我想到就開。係。啊，好辛苦哦！除咗呀以外，除咗人工愛落去搞法以外，還會落去做衫，要把它套在袋子裡面。係，嗰黑個嘅嘛嗬，就是差唔多像手指公咁大粒嘅，就係拖落嘅，係將是防止嗰個果蠅活動，那些咪是防蟲害，包落去啲皮咪會變柔，像你黃金啊拖兩多落咧。拖兩多，佢就會變到幼幼，變幼幼係較正係。嗰時候也條樹嘅梨嘅樹係一粒一粒都會去包。一趴一趴。哦，一趴，像按用就會一趴，對不對？一趴有3粒，一趴有三兩粒按用，一趴就拖一隻落落去。唔過梨嘅會太暗，嘅拖嘅落嘅會不會有點像是限制梨嘅生長嘅空間？你可以用緊我哋記錄拖嘅話，跟係會佢會呼吸嗬，佢會去較太掉，佢會去強辣，按那個拖天一層。哦，咱哋就會在個拖天一層。係錯。你要多一層工嘅。冇法農民就係安尼啊，當然去山頭做些啊。哇，按辛苦。古時候你看吼，要按到冇夠用嘅農民愛做嘅事情，就做得本太家來體驗哦。這樣講得有點奸詐，有沒有？愛本太家來體驗看呐。其實大家係真經做得許多呀，懂事嘅山鄉來體驗一下這個農事的生活，對不對？係錯。像你一講你摘梨嘅時候，你一做要開放本間我哋朋友來兩同下預約，我做要必須摘梨。哦，佢做得容納幾多少人？像你一經常是青島嘅發展業有寫80-90間人做得。畢竟你有上千棵樹嘛。係錯，係。嗰時候80-90人都限做得。係錯。提前愛記叫愛先註文，要先預約。就盡量較早啲同人講啊，嗬，會還會各注意採我哋客家嗰啲炒米粉啊，哇！還會譬如我哋普通嘅就炒米粉煮糠肉，按呢個順湯啊咧，按公本大家來食。按好哦，提前先預約就做得來去設呀客家菜就錯嘅。錯。按眼看相片然後當到像係新人嘅啊，幾戶客人都會向下去採果子。係錯。佢哋體驗有看到乜嘅神奇嘅事情冇？就係用件來兩看講，一啲農民完全做嗬，按本件自己去體驗，自己來見看。
有得佢細年紀都係自家拿剪刀嚟剪，講啊，你手按完剪，啊，佢會再講剪落嚟，佢會當反起講，你拍係幾時剪咧？啊，好可愛哦！唔過像按用有點像是食農教育的這樣子的課程，對不對？誒，對比你的是咧，離手係太厲害樣，但樣全接樣全打出來嗬，按樣建議體驗一下咧。唔過像按用本遊客啊，去家許多高鹽地度按用嘅方式，採果的按用嘅方式啦，其實也係見來見到農民啲嘅做。啊，唔過要按到人來到也高鹽地度，有一點事情還是要注意一下，對不對？沒錯。比如講有那個，我們同天使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分享一下。錯，因為啲農民做嘅嗬，我都提供來到地方發展講，呢行嘅有熟嘅很細剪，啊我用咗有跟我記錄嘅，仲係有做記號講，通講你係藍色嘅，還是細剪，啊你係黃色嘅盲細剪，所以熟嘅這樣子，啊冇嘅話，大家一條命嗬，撈落嚟嗬，啲農民就看到就會心痛。哦，故所要趁機會教育一下大家吼，要農民工做得剪呢，再割剪，啊冇青菜去亂剪。對，這個要注意，因為吼我們體驗採果，但是我們也要珍惜呀田公爸本安利好不容易的這個果實。對，故所也你嘅呀，除咗做得直接食以外，唔單止做得直接食，還做得拿來做其他嘅加工。比如講，現場就有一盤，我覺得很奢華，這個是里椰的滷里椰，對不對？涼拌里椰。係涼拌誒。哦，呀，涼拌。泡菜梨啦。泡菜竟然是泡菜，這麼高級，要用板做呀？這我個糖啦，加醋啦，哦，加我小黃瓜，小黃瓜咧，唔似啲就我泰梨做誒，好好吃哦！要係用哪種梨做呀？其實各種梨做是，你要是係用黃金做誒，好好吃哦！它是甜鹽，其實它本身就有個甜味，因為一般我們一般像是滷小黃瓜好了，唔會再個不用桶，然後有常時就是no boy甜甜甜，啊鹹唔會甜，啊唔過呀。所以因為雖然佢應該還係有加糖，不過也本身也梨嘅甜味好好吃哦。第一擺是都按用嘅感覺呢。這次家將我將食安尼做去試試看。好奢侈哦！真嘅懂好食。除咗要做要泡菜以外，還做得拿來做，像這個是水梨的水梨水。然後煮。煮糕。煮糕。你係用乜嘅梨？你咪係用黃金醬嚟揀到咗，特用梨做寫煮落去，唔似頭就有梨妹，好香哦！這個很像那個冰糖燉梨子。錯，即係安尼。菇係有連錯冇？錯。要用滿煮。菇嚟掉。要用滿煮。即泰梨做係熟熟嘅，煮貴嘅用鑊貴嘅那煮。煮他們上點鐘叫嗬，哎，這是的嘞。哦，韓國裡邊好像有放，還有放一些枸杞。對，枸杞。按用就當好食咧。清甜的感覺。平常時你一煮好，暗夜表面靚，可以拿冰箱擺，天公是誰拿一散紅淋咧？散紅，做甜色嘅時間做得淋很退火，對不對？嗰時其實像泰國人一年四季都散紅，全部都啲嘅做農事種東西，唔單槍種梨嘅，其實高鹽地度一年四季還有種無口用嘅果子，係錯。你還有還有種然後咧托克索啦。托克索。就是百香果。百香果，滿天星。叫滿天星，因為品種不太一樣。係錯。一般看到嘅色木，它咖啡色，它橙色。係錯。哎呀，看起來沒有這麼深色，然後還有斑點的感覺。係錯，你係滿天星，你係香味咩較香啦。韓國較甜。係較甜。冇按酸，對不對？喲，好吃。除咗呀，托克索以外，還有。反正是都較寒秋天的話就甜刺啦。啊，那個寒天的話還有種嘅茂谷柑。故所你看吼呀，農業一年四季做得種按到無口用嘅產品，全部都會因為有農民按三芒大餅，這樣做得有按好嘅成果。對，故所今日好，神夢泰國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徐大哥，謝謝。咩神夢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跟實況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